你会当讲是天狗热上界严重的时间。过去因为唔知影病毒为人的发炎机制，医学界拢找无较好的治疗方式。该在咱中央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觉讲，天狗热走入去咱的身躯内底，这个病毒到底是安怎变化？研究团队就利用这一款上新的发现，找到有效的抗体，连鸟体的身躯来做实验，发觉讲存活率本来50%，即卖当提悬到90%。 雨网啊加着了后，开始发烧、头壳痛，甚至连骨头嘛会痛。逐年的7月到9月，因为这个天狗热去予医生看的人数拢会增加。伫个英国，还阁无清楚这个病毒感染引起发炎的这个起底原因是伫倒。尾啊，中央研究院开真侪年的时间，总算找到这个天狗热的病毒因重要的这个感染路线，会造成这些很厉害的症状。 是因为它会活化一个很重要的因子，叫做CLEC5A。虽然我们制备一个很好的抗体，但是它保护的效果很难超过50%，那就表示说它一定还有一个未知的一个路径。经过11年的打拼，研究人员发现到这个天狗热病毒，若是入去人体了后，伊会活化血小板来产生这个外膜水泡。若这个外膜水泡，伊佫会刺激这个白血球甲合实细胞。 上尾造成人体发炎。我们基因体中心有非常好的抗体库，所以我们要找到这有双特异性的抗体呢，对我们来讲，在1年内之内就有把握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双特异性的抗体。即摆已经通确定这个发炎的起地，就会当对症落药来找出抗体。研究人员伫这个动物的实验顶悬发现讲，伫较早若是感染这个天狗热的这个鸟鼠，简单有50%通啊来活落去。 即马甲注这个新的抗体了后，因会当有90%的存活率。天狗热的病情逐年拢会爆发，就希望这个新的研究成果会当顺利来通过这个临床的试验，成功来去找到这个天狗热治疗的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